喺非洲水域，大家見到肥嘟嘟看似溫順嘅龐然大物，成日懶洋洋咁浸喺水度。你係咪覺得佢哋好可愛、好和平呢？如果你咁諗，就大錯特錯啦。河馬呢個表面冇乜殺傷力嘅動物，其實係非洲最致命嘅殺手之一。佢嘅真面目絕對會令你大跌眼鏡。呢種笨重生物一旦發惡，速度快到你想象唔到。領地意識極強，特別有小朋友喺身邊嗰陣，任何闖入者都會被視為威脅。佢哋嘅血盆大口，入面有對又尖又長嘅獠牙，咬合力驚人，足以輕易將艇仔咬開兩截。每年河馬殺死嘅人數遠超獅子豹同鱷魚總和，絕對係令人聞風喪膽嘅存在。所以千祈唔好俾河馬憨厚外表呃到，佢哋脾氣暴躁，行為難以預測，而且速度奇快，係真正嘅隱藏殺手。下次再睇到佢哋，記住要保持安全距離，因為呢隻半水生嘅巨獸，隨時可以變成你人生中最恐怖嘅噩夢。非洲河流嘅真正霸主，就係佢哋。